歡迎大家收聽坎特伯利嘅聖奧古斯丁日嘅聖言一糧。今日嘅經課係選自以賽亞書第49章22至25節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哪，我必向列國舉手，向萬民豎立大旗，他們必將你的兒子抱在懷中帶來，將你的女兒背在肩上扛來。列王必作你的養父，皇后必作你的乳母，他們必以臉伏地向你下拜，並舔你腳上的塵土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，等候我的必不致羞愧。勇士搶去的豈能奪回？被殘暴者擄掠的豈能得解救呢？但耶和華如此說：就是勇士所擄掠的也可以奪回，殘暴者所搶的也可以得解救。與你相爭的，我必與他相爭，我也要拯救你的兒女。這是上主的道。忠於職守，不亢不卑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要分享嘅係先知以賽亞嘅信息。喺一般先知嘅分類當中，有將先知以賽亞歸為大先知，佢係主前8世紀嘅先知。呢部書卷共有66卷，有人將以賽亞書比喻為聖經當中嘅小聖經。有傳呢本書共有3位以賽亞嚟到撰寫。有釋經家將全書分為上下2大部，前半部係警告北國與南國，係上主要藉亞述人懲罰以色列人嘅罪惡，佢哋若果及時悔改，仍然係有光明嘅前途，並且預言和平之君嘅公義統治。而後半部則預言上主偉大嘅救贖大計係點樣嚟到成就。救恩係從呢個民族發展到全世界，公義嘅日頭照耀到每一個人嘅身上邊。由今日係坎特伯利嘅聖奧古斯丁日，究竟與今日所讀嘅以賽亞書第49章22至到25節又有啲乜嘢嘅關係同埋啟迪呢？從神學上係有話呢一段嘅經卷係第2以賽亞續寫嘅，呢一段更有似被稱為希望神學嘅演述。從本章14至23節鋪排，以色列人係被應許錫安城係得以重建，而且人口眾多，興盛於世。以色列人喺受苦之後得到保護同埋看顧。而25節即係重複24節當中嘅說話，上主係會保障以色列人重獲被奪以及被搶去嘅係得到拯救。第49章即係以賽亞所讚述嘅第2首僕人之歌，展現受苦僕人嘅使命，猶如以色列人被擄深入佢嘅處境，但亦都係帶嚟蒙召嘅先知嘅身份，作祭司嘅職事，忠於職守，不亢不卑。今日現代人嘅處境就好似昔日嘅以色列人，
被今日嘅全球經濟以及地緣政治所影響。上主保守人類由此經文咁樣話：眾子懷中抱來，眾女肩上降來，被擄掠嘅奪回，解放所搶的。上主係點樣忍心丟棄我哋呢？昔日奧古斯丁係奉教宗大額我略一世差派，前往英格蘭福傳，受到肯特國王愛德培歡迎，而且係喺橡樹下傾聽主道。國王就將坎特伯里土地撥俾佢，喺嗰度建築聖堂，而且仲喺嗰度居住，積極咁樣為當地嘅需要，艱苦咁嚟福傳。當日個土著係相信咗上主，建立咗教區。佢嘅一生專注喺英格蘭福傳，直到605年嘅5月26日安息主懷，葬喺坎特伯里聖堂嘅花園。佢猶如係英格蘭建起錫安城，嗰處係得到上主眷顧同埋福氣。願上主祝福所有在海外福傳嘅宣教士，可以結出福傳嘅果子，賜平安與喜樂俾佢哋。阿門。讓我哋反省一下，我哋有冇想過自己喺福傳上嘅使命以及任務呢？能唔能夠帶俾人哋關係和諧同埋平安嘅建立呢？若果以宣教為目的嘅你，又會唔會順服上主為僕人，大職侍奉，廣傳主道，使更多人認識上主，決志相信，榮歸主名？喺呢個侍奉崗位上，又有冇忠於職守，不罕不卑，至死為主呢？讓我哋一齊祈禱。全能永生嘅上帝，你嘅愛子耶穌基督曾經吩咐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。現今求你賜福俾教會喺海外傳福音嘅人，並要時常差派工人進入呢啲工場。被差傳嘅人，若果有需要嘅，求你補足；若果有艱難，求你幫扶；若果係有痛苦嘅，求你療治；若果係感覺孤單，求你陪伴，讓佢嘅辛勞因時刻信靠你，使困苦變為喜樂，更蒙賞賜以及紀念。祈禱都係靠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。阿門。